大家晚上好，歡迎大家嚟到霸財實戰交流課。今日同大家去講解下我哋霸財指標嘅一啲實戰應用嘅一個方法。咁同時同大家去講解翻近期大市嘅啲情況。OK， 咁我哋今日嘅主題咧就係呢一個咧嚟到2025年最年尾咧收官月啦。咁我哋港股咧能唔能夠咧喺12月份迎嚟呢一個提前嘅春季躁動咧？呢一個咧今日我哋嘅主題啊。咁陣間咧我哋都會分翻幾個 part 嚟做一個講解啦。仲有咧同大家介紹翻我哋指標喺實戰當中嘅一啲用法。咁首先咧，我哋都係要課堂之前咧，同大家講翻呢一個嘅免責聲明。咁喺我哋嘅課堂當中所引用嘅一啲股票案例咧，並唔係以推薦作目的嘅，咁都係以一個教學案例需要作為一個教學使用。咁我哋咧喺呢一個市場當中投資嘅時候咧，一定要注意翻市場嘅一啲風險，要對自己嘅一個交易咧負責。咁今日咧，我哋會同大家咧簡單講下啦，而家對港股、美股大市後續嘅一啲方向睇法。咁近期港股其實咧都出現咗一個比較大嘅一個波動同埋變化嘅。咁後市我哋對於港股點睇咧？咁幾個方面啦，我哋睇翻第一方面，我哋睇到咧，依家中美關係咧係一個比較好嘅情況啦。咁經歷咗5輪嘅會談，同埋呢一個韓國方面呢一個 APEC 峰會嘅呢個會議咧，都係達成咗啲比較好嘅協議。咁同時喺明年雙方領導人咧都即將係一個互訪啦。咁亦都係釋放一個比較樂觀積極嘅信號。咁從中美而家嘅關係嚟睇嘅話咧，我哋覺得中美而家實力咧係處於一個勢均力敵嘅狀態。咁攬炒咧其實對雙方都冇任何好處嘅。目前咧都係由對抗走向對話。咁另外啦，影響近期成個大市走勢最重要、最核心嘅因素咧，就係而家市場流動性方面嘅一個問題。咁亦即係咧美聯儲減息嘅呢個預期啊。咁見到咧近日美聯儲減息預期咧係有一個180度嘅轉變，咁所以見到我哋港股咧都迎嚟咗一個嘅反彈。咁我哋當前呢個位置對於美聯儲12月份減息咧嗰個預期咧比較樂觀啦。而家成個市場咧對於12月份減息嘅概率咧都達到80%以上，成個預期咧比較樂觀。咁即使咧我哋如果12月未減息嘅話咧，市場咧亦都會開始預期1月份嘅減息。咁所以咧我哋見到成個宏觀市場方面流動性嘅一個寬鬆週期咧未有改變嘅。咁只係咧因為一啲政府停擺嘅原因影響咗一個減息嘅節奏嘅啫。咁第三點啦，假若美聯儲真係咧預期減息，咁結合埋咧我哋年尾國內方面咧有一啲嘅重磅會議會進行召開。咁亦都咧係打開咗成個國內方面嘅一啲政策釋放空間。咁亦都有機會進一步咁樣去寬鬆翻成個嘅財政同埋貨幣政策，刺激翻我哋嘅一個金融市場同埋經濟。咁所以啦，我哋見到港股係經歷咗一個比較大嘅調整之後咧，我哋見到呢個位置咧其實係一個重要支持位嚟嘅，25000點附近係一個重要嘅支持位。呢個位置咧都已經形成咗一個類似於 W 型嘅一個形態。呢個位置咧其實係已經形成咗一個類似於 W 型嘅一個形態㗎啦。咁呢個位置形成咗個 W 底之後咧，往上嘅可能性咧就比較高。咁同時咧，假如呢個位置可以升穿呢條頸線嘅話咧，咁呢一個底部形態咧就比較紮實啦。
就比較紮實啦啊！咁目前睇嘅話，依家成個市場預期，成個嘅一個發展方向嚟睇咧，啊，機會可能性咧係好大嘅，機會可能性係好大嘅。呢一個亦都可以講話係頭肩底嘅一個形態 ，W 底呢一條頸線有機會係會後續升穿啊！咁呢一個嘅25,000點咧，將會成為一個比較重要嘅支撐。其實咧有少少似美股前期年初嘅一個時候，有少少似美股前期年初嘅一個時候啊。咁所以我哋對於港股後市嘅一個方向咧依然都係覺得目前呢個位置咧，經過大幅調整之後，已經不宜咧過分悲觀㗎啦，不宜過分悲觀嗱。當前嘅位置一定係機會比較大過風險嘅。咁隨住呢一啲嘅市場預期咧，慢慢喺度扭轉緊，包括呢一個減息嘅預期，包括呢一個人工智能發展嘅一啲預期喺度扭轉緊咧。中期咧，我哋都繼續睇好港股咧，會延續呢一個漫遊嘅呢一個大方向。咁策略上咧，我哋都係採取翻一啲啞鈴式嘅策略。咁年尾咧係有機會衝擊27,000點嘅，年尾咧有機會會衝擊到27,000點左右。好啦，咁美股方面其實咧大同小異。包括美國同埋世界咧主要嘅呢一啲貿易體咧都達成咗比較好嘅協議啦。咁同時呢一個嘅流動性方面預期咧，亦都係有一個非常之好嘅改善。咁同時咧，政府方面、特朗普方面咧不斷咁施加美聯儲一啲嘅壓力咁令到咧而家成個美聯儲當中鴿派聲音咧會蓋過咗鷹派嘅聲音。咁同樣嘅呢一個位置，美股經歷咗一個大幅嘅調整之後咧，我哋見到亦都迎嚟咗一個非常之大嘅一個反彈。咁而家咧亦都係再次咁衝擊緊歷史新高啦。大概率年尾之前咧，亦都係會再次創出新高。大概率喺呢一個2026年之前咧，有機會咧係會創出新高嘅。核心原因咧就係呢一個流動性預期同埋人工智能產業嘅一個預期咧，再次得到扭轉。咁所以咧，仍然都係睇好呢一個美股嘅一個牛市嘅走勢。咁兩個市場方向咧，我哋大致咧都清楚咗啦。